Hello，大家好啊！今日係2025年9月5號，我係 Anna， 去咗旺角試懷舊港式車仔麵，尖沙咀試地道車仔竹升麵，油麻地試出名嘅布甸包。請大家 like、comment、share 同記得 subscribe 我 channel 啊 ！Let's go！ 好可惜話俾大家聽，當大家睇到呢條片嘅時候呢間懷舊港式車仔麵風味已經於9月12號結業。因為身體上面問題呢，我休息咗一段時間。呢間懷舊嘅車仔麵呢，實在超正，令人回味，價錢合理。我超中意食佢嘅豬腸同埋皇牌雞翼。雞翼嘅滷水汁呢，醃得入味之餘呢，又腍滑；豬腸呢，滷得腍滑之餘呢，又充滿咗肥膏嘅油香，嚼落去呢，十分之軟腍煙韌，好食。豬紅呢，同樣係滷水汁呢，醃得好入味嘅，爽滑之餘呢，又唔會散開。餐廳關門咗之後呢，都好難再揾到咁美味嘅豬腸嚟食。希望餐廳盡快重開。呢個秘製嘅蠟燭呢，用嚟點豬腸同埋豬紅呢，十分之啱配，美味好食。入面呢，淥得啱啱好，爽口之餘呢，又唔會硬，非常之軟滑，好食，又冇鹼水味。加咗兩餸都係45蚊，實在超值抵食。嚟到尖沙咀嘅永年士多，我今日係嚟試下佢19蚊推廣嘅坤記竹升麵。門口都擺放咗好多餐牌嘅，有自椒麵、招牌麵同埋晚市99蚊套餐。本店限定53蚊5餸麵。入面口呢，見到有個大招牌寫住永年士多，牆上邊呢係有幅壁畫，係繪畫住永年士多昔日嘅環境，仲有個現成嘅車仔麵檔擺設。牆上面都有推介非遺手藝竹升麵。店鋪唔算太大間，環境嘅佈置呢都相當之乾冷整潔，座位呢就比較逼狹。收銀台上面呢有燈箱嘅各款餐牌。今日特登嚟試下呢個19蚊嘅車仔竹升麵，都有我中意食嘅豬腸，係一個豬腸控嚟嘅，目測呢啲豬腸呢都幾正嘅，但係呢就冇乜肥膏，有3個大嚿嘅蘿蔔，然後呢啲蘿蔔呢都好腍甜，哇！竹升麵都好多喎，但係呢就好似比較腍，豬腸呢都入味嘅，但係呢佢就唔係好腍嗰隻咯。目測都幾多㗎，19蚊一碗真係好鬼抵食。味道呢就偏鹹咗啲嘅，同埋冇乜肥膏，就冇乜豬油嘅香味。份量都幾多㗎，我唔客氣啦。麵呢都夠煙韌嘅，但係就唔夠爽口，綠腍咗，冇乜鹼水味。19蚊就冇要求咁多啦。呢個優惠推介19蚊一碗，相當抵食。跟住去咗油麻地呢間天然酵母手作麵包店加多拿，試咗呢個人氣12蚊嘅芝士鮮奶布甸包。芝士味就唔夠濃嘅，奶味就好香，軟腍好食，又唔太甜。另外招牌12蚊嘅英式酥餅都焗得鬆軟，香口好食，大家都不妨一試。今日分享係咁多啦，多謝大家收睇，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